化療係有效殺滅癌細胞嘅藥物，但同時亦都會傷害正常嘅細胞。近年出現新一類生物治療，就係抗體藥物複合物 （Antibody Drug Conjugate），簡稱 ADC。ADC 將化療同標靶藥物二合為一，佢就好似生物導彈咁，將化療藥物帶到癌細胞嘅範圍進行破壞，從而減少化療藥物對正常細胞嘅傷害。ADC 由3個部分組成，包括抗體、化療藥物同埋化療連接器。抗體好似導航器咁，可以追蹤癌細胞上獨特嘅生物標記；而化療連接器咧就將化療藥物同埋抗體黐埋一齊。當抗體追蹤到腫瘤位置之後，化療連接器就會裂開，釋放化療藥物，等化療藥物直接殺滅癌細胞。喺乳癌嘅治療當中， ADC 主要係用於 HER2 型嘅乳癌，包括 TDM1 同埋 TDXD。佢哋嘅抗體成分能夠識別癌細胞上嘅 HER2 受體，於是 ADC 就會帶住化療藥物嚟到有 HER2 受體表達嘅癌細胞，然後釋放化療藥，等化療藥喺癌細胞嘅範圍進行破壞，而其他冇 HER2 受體嘅正常細胞就唔會受到影響。ADC 主要係用於第一線標靶治療無效嘅晚期病患者身上，但係由於 ADC 同時具有標靶藥嘅針對性同埋化療藥物對癌細胞嘅破壞力，所以用途亦都越嚟越廣泛。例如早期乳癌病患者，如果手術前接受過標靶治療之後，而腫瘤未能夠完全清除嘅話，咁就可以喺手術之後使用 TDM1 作為輔助治療，以減少復發嘅機會。另一個例子就係用於晚期 HER2 low， 即係 HER2 受體低表達嘅乳癌病患者。佢哋喺完成荷爾蒙治療而出現復發嘅時候，就可以用 TDXD。至於副作用方面，由於 ADC 令化療藥集中喺癌細胞上，所以副作用比化療輕。但係留意 ADC 都有自己嘅副作用，例如會輕微增加患上肺炎嘅機會。總括嚟講， ADC 係乳癌治療嘅新趨勢，為患者提供多一個安全而且有效嘅治療選擇，提高病情受控嘅機會。請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。